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成立於1934年，歷史悠久。創會90年嚟，我哋一直以促進香港工商業發展為己任，為咗支援業界響信息萬變嘅市場之中搶盡先機，廠商會提供多元化嘅服務，包括喺本地及海內外舉辦不同類型嘅展覽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嘅當然就係我哋嘅工展會啦。工展會同以往一樣，都會響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辦。我哋推出咗好多加碼嘅禮遇，送出總值400萬元嘅禮品。今年展會雲集咗900個戶外攤位，有大量各式各樣以低至1折甚至1蚊發售嘅產品。當然亦唔少得我哋嘅重頭節目工展小姐選舉，以及一連串豐富嘅娛樂活動。我相信工展會將會為唔同年齡層嘅市民帶嚟開心難忘嘅體驗。作為主辦方，我哋需確保展覽會流程順暢，其中一大挑戰係應對大量嘅物流需求。工展會擁有超過900個攤位，涵蓋各類商品，展期長達24天，期間需要處理眾多物流嘅需求，例如開展前嘅進場、展期期間嘅補貨，以及最後一日離場，均涉及大量貨物流轉。如果有一個好嘅物流供應商，即使喺高峰期同時間緊迫嘅情況之下，都能靈活應對，幫助我哋妥善處理各種貨物運輸嘅需要。有效率嘅物流服務可以令展會各方面都更為順暢，所以有可靠嘅夥伴係非常重要。而順豐喺物流方面非常專業，而且經驗豐富。所以我哋同順豐速運已經合作咗超過14年，從無間斷。我認為順豐不單止提升整個展會嘅運營效率，更令我哋主辦方同參展商可以專注於展覽會嘅籌備工作，唔需要擔心物流會出現問題。我哋覺得順豐速運可以提升參展商同入場人士嘅展會體驗。首先，順豐會為我哋嘅參展商提供專業嘅物流顧問服務，制定最佳嘅運輸方案。無論響展期內需要隨時補貨，抑或為冷凍食品、酒類等產品進行溫控運輸，順豐都可以妥善處理。而且，順豐仲有駐場攤位，幫助入場人士將戰利品寄返屋企。除咗支持本地寄送，仲可以寄到澳門、內地以及全球超過200個國家同城市，令市民同旅客可以解放雙手，盡情購物同享受展會嘅樂趣。我哋希望同順豐攜手，持續優化展覽服務，為企業同市民提供更靈活、便捷嘅服務同更佳嘅體驗。除咗工展會，我哋仲有唔同嘅展覽會，例如美食嘉年華等等。希望之後都可以同順豐速運有全面嘅物流合作，共同提升服務質量。